们好，今天是2020年5月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位于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日喀则仁布县的切瓦乡，这里生活着藏、汉、回、彝、萨拉5个民族的群众。多年来，他们相处融洽，亲如一家，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的文化认同。今天我们就去认识几个民族团结家庭，听听他们推动民族团结、创造幸福生活的故事。天刚亮，杨真和许文军两口子便早早的起床洗漱吃早饭。他们要到大棚里采摘蔬菜，再拿到县里去售卖。他俩在乡里承包了5个温室大棚，种菜1年能为全家带来好几万的收入。今天准备拿哪些菜去卖？拿点白菜，拿点菠菜，拿点萝卜、葱子。青椒、菠菜、大白菜、上海青，一茬茬绿油油的蔬菜，长势格外喜人。而杨真和丈夫许文军的相识就源于这些蔬菜。2002年，杨真认识了帮人种菜的汉族小伙许文军，在学习探讨种菜技术的过程中，两人感情越来越深，最终喜结连理。如今，作为民族团结家庭，他俩相知相伴已经走过了17年，孩子也上了高中。杨真、许文军两人所在的普纳村，在2017年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而他们所在的切娃乡，则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这里生活着藏、汉、回、彝、萨拉5个民族，像他们一样的民族通婚家庭共有36户。王宪伟和彭琼两口子也是民族团结家庭，他们在切娃乡民族团结街开了这家菜店。了解到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会经过这里，来往的人更多，他们计划在旁边再开一家茶馆。朋友，你看，如果要是这样全部打通了的话啊，我们又宽敞又那个节省材料，这个地方也大。不行，肯定人家这边人家有人有过嘛。茶馆究竟该盖多大面积，两人产生了分歧。王宪伟希望盖得大一些，便于招揽生意。妻子则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到邻居出行。最终，老王听从了妻子的建议。从刚一开始认识到现在，有一点小小的家业，1年能挣个10几20万，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我们的生活过得特别幸福。在切娃乡，民族团结亲如一家的融洽氛围也感染着刚到这里的人。在当地负责2牛2羊增收项目的庞先生是第一次进藏，最开始他还有些顾虑。本来进藏过来的时候还担心和他们语言沟通不了，但是进来过后讲什么他们也听得懂，但也不要太担心他们不会做的东西。我给他们安排工作都很好，都自己知道怎么去做。这里的民族团结氛围很和谐。同样，刘丹也是一名外来投资人员。2017年在村里开办了食材加工厂，不仅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增收渠道，还与他们建立起了剪不断的情谊。我们和当地的居民关系很融洽，和他们有那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当地的居民需要到我们厂里面工作的时候，然后我们厂里就会给他们提供岗位，教他们技术，给他们发工资。当我们需要大量用工的时候，我们就给村里打电话，然后村里就会很积极的派人来帮助我们。5月1号，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正式实施。乡里组织村民们再次对每一项条款进行学习，结合条例和生活经历，大家对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切身的认识。切娃乡各族群众相亲相爱，团结互助谋发展，凝心聚力奔小康的决心和行动，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下一步，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加强民族团结，推进民族团结机制化，全力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更宽的领域、更深层次的拓展和延伸，不断地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在脱贫攻坚中，昌都市江达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精神，
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实施4扶激励工程，大力扶持群众作为经营主体的小微产业项目，引导群众从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转变。在江达县德登乡仁真都村，噶玛温扎正在自己的摩托车修理店里进行修理技术的教学培训。在县里实施了4扶激励工程后，作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噶玛温扎利用自己的修理技术开办起了这家修理店，不仅促进了自家增收，还给村民们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在仁真都这个藏语意为美丽山脚的村子里，通过致富带头人加贫困户的联动机制，先后打造了摩托车修理店、唐卡绘制销售店等7个产业扶贫实体，带动了18户29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实现就业，找到稳定增收渠道。如今在江达县，像仁真都这样的村庄还有许多，农牧民群众作为经营主体的一个个小微项目遍布各乡各村。通过建档立卡户自身想项目找出路，政府给予相应扶持和帮助，着力引导农牧民群众愿脱贫、能脱贫、会脱贫，逐步提高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江达县是藏东门户，是西藏人口最多的县。我们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把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克服等靠要思想，充分调动贫困群众脱贫主体的责任意识作为重要的前提和保障来抓。通过大力实施4扶激励工程，一批自身有强烈脱贫愿望、愿意靠勤劳致富的贫困群众呢，实现了就近就变、不离乡不离土的就业致富。同时，我们通过4讲4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引导，树立典型，带动了一大批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在全县呢营造了脱贫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为确保项目效益并树立良好导向，江达县在实施4扶激励工程的过程中，坚持扶勤不扶懒、扶和不扶乱，对群众提出的产业项目进行县乡村层层审核，既考核项目申报人的日常表现，又评估项目的可行性和预期收益。在帮助群众找准项目的同时，强化资金拨付管理，加强生产经营技术指导，帮助寻找产品销售渠道，规定扶持资金分期偿还期限，切实增强贫困群众的责任意识。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江达县一方面将对已扶持项目进行回访，针对性解决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将继续扶持一批农牧民群众愿干、能干、会干的产业项目，着力增强群众的发展意识、主体意识。同时，大力宣传自主创业的致富典型，用群众身边的典型教育激励群众，进一步推动从单一的政府产业扶持增收，向与自己想办法谋发展促增收相结合进行转变。脱贫攻坚让群众拔了穷根，实现了就业增收。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4摘4不摘的要求，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巩固深化4扶激励工程，把扶持个人与扶持村级集体经济相结合，进一步增强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让广大群众呢牢固树立勤劳致富的理念，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区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区网络交易额实现36.35亿元，高出全国4个百分点。其中，我区网络零售保持增长势头，网络零售额累计实现10.44亿元，增速较全国高出11.16个百分点。为贯彻落实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统筹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的各项决策部署，自治区商务厅决定安排各行业企业积极开展促消费活动，通过一系列的促消费措施多点发力，提振消费信心，全力实现我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0%以上的年度目标。近日公布的西藏自治区2019年度学生资助报告显示，2019年我区共落实教育资助资金37.78亿元，受益师生达198.69万人次。全区学生资助体系更加完善，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资助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近日公布的西藏自治区住房公积金2019年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全区住房公积金新开户单位653家，新开户职工4.23万人。到2019年末，缴存总额598.06亿元，累计发放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9.16万笔，348.9亿元。来看国内消息，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各地的生产生活秩序也在加快恢复。昨天，湖北省高3年级和中职毕业班复学，湖北各地是采取分批分期入学、分班教学，确保学生安全有序复课。在武汉市吴家山中学，记者看到这次开学和以往开学有明显不同。早上7点半，首批复学的500多名学生分3批、分时段批次排队入校，排队距离在1米以上。进入学校之前，经过电子测温，体温正常才能进入相应班级。此外，学校还设立临时健康检查岗位，随时处置突发事件。复学之前，相关部门便对第一批复学教职员工和学生进行了核酸检测。复学后，对各班都重新安排了 A、B 2个教室，每班人数不超过30人。食堂吃饭、宿舍就寝、室外活动都制定了相应标准，尽可能较少聚集。在湖北远安，当地教职员工自发组成搬运志愿者小组，协助孩子们搬运行李，确保返校不拥堵，学生不聚集。学校进行小班化教学的同时，对高3年级2轮复习、3轮复习模拟测试进度进行了调整，帮助学生高效备考。除了湖北，昨日山东泰安的初中毕业年级、四川广安、河南新乡两地的幼儿园也正式复学。山东泰安的初中毕业年级正式开学，一共涉及156所学校，学生61638人。5月4号之前，泰安市就完成了对所有返校师生和学校工作人员的血清抗体检测。开学后，各学校实行小班化教学，每班学生人数控制在30人以内，对住校生实行分散安排，每间宿舍不超过4人，并严格落实住校生登记和体温检测制度。在河南新乡，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迎来了复课返校。早上，记者在新乡市直一幼校门口看到，家长和小朋友们都戴着口罩，保持1米以上的间隔等候。经过消毒测温后，有序进入幼儿园。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幼儿园不仅储备了充足的防疫物资，还对全员师生的健康情况进行了摸排，制定了错峰接送方案等等。四川广安的幼儿园也正式复学，11万名幼儿走进校园。据了解，在开学前，各幼儿园已提前对幼儿家庭有无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接触史进行了了解登记，并做好应急演练预案，确保孩子们在校期间安全。开学后，园内每天2次对活动区域和各种设施进行消毒，户外活动也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限制了同一区域内的人数。西班牙卫生部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当地时间5号晚上9点，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确诊病例685例，日增幅0.31%，连续第7天低于1%。西班牙卫生部6号公布的数据还显示，西班牙新增死亡病例244例，累计死亡25857例，新增治愈病例2516例，累计治愈126002例。目前，西班牙全国已进入防控措施降级的准备阶段，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走出家门。西班牙卫生部应急与预警协调中心主任费尔南多·西蒙在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请求民众遵守有关防疫规定，以避免疫情出现反弹。当地时间6号傍晚，西班牙议会还以178票赞成、75票反对、9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政府的申请，第4次延长国家紧急状态。西班牙的国家紧急状态将再延长2周，至本月24号0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议会表决前发表讲话，敦促议员们投票支持延长紧急状态。桑切斯说，在西班牙疫情趋缓、曙光出现的关键时刻，贸然解除国家紧急状态将导致疫情反扑。他希望各位议员不要犯下不可饶恕的大错。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15分钟的陪伴。更多精彩内容，请您关注我们的猫猫 TV 和西藏卫视家微信公众号。
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